独坐幽篁里，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，明月来相照。怎么了？好像有狼在叫。啊，我怎么没听到？哎，你看月亮，这圆月竟是红的。这是天狗食月。传说山里有一种狼，平日幻化成人形，潜伏在人间。每年中秋月圆之夜，它就变成一只凶狠的恶狼，吃人肉和血。啊，朱彻，你不要吓我！今夜正是中秋月圆夜呢，我想回家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啊，跟上来！都在我身后，我在，你都别怕。我跟你拼了！爹，今天可是中秋，你怎么把我送来这儿？送你来出府，我自然是有我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不就是拜师吗？难道你还想给我介绍个神仙不成？还真让你给说对了。他呀，在我眼里，还真就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。京城姓初的。走吧，进去吧。哦。哎，爹。这个姓初的师傅，是不是表姐以前说的那个京城第一才子啊？你说的是初清？是不是很诧异我的神通广大呀，爹？爹，初清是你要拜的师傅的哥哥。啊！你怎么给我搞个次品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师傅行事低调，但才华横溢，武学精妙，与我更是莫逆之交。他只是长期游学在外，所以在京城的名声不如他哥哥而已。武学精妙，哼！到时候让他尝尝本姑娘的花蝶扇，回就蹦！胡闹！快收起来！拜师不是比武，你这小伎俩只能防身。这个出家这么厉害，那看起来我这个师傅也不是一般人啊。你的这个师傅从未收过徒弟，你可是第一个。季大人，您老就放心吧，我季七月在堂堂一众长辈面前，何时让您丢过面子？什么大家闺秀啊，
小家碧玉大方得体，知书达理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您足足的洗。记住了，等你师傅觉得你学好了，才会通知我来接你回家。整日待在姬府里，和一群女人八卦刺绣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也好，我就等着浪迹天涯，做个江湖女侠吧。请。七月，这位公子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。这么个好看的男人，还能带我游山玩水，我去七月的好日子开始喽！还发什么呆？还不赶紧给你师傅行礼！哦，徒儿季七月，拜见师傅。记着，爹和娘都在看着你啊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可是名气行园的独生女嘛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。爹，跟上啊！你且跟着你师傅走，爹看着你。终有一别，无需多看。跟我装什么高深呢？将门带上。哦。师傅，师傅，咱们不是住初府吗？以后记得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这机关真有两下子。喂，师傅。哇，烟暖雨收阁，好别致的名字啊！以后在我身边，不得与任何人提起你的过去，隐去你的本名。那我叫什么？雨送黄昏，
花易落，就叫易落吧。易落，感觉好丧气啊！师傅，要不我们换一个？出府南侧有一个绣楼，叫做婉月。你去找初浅，让他给你换身干净衣裳。初浅又是谁啊？哎，我们这里连沐浴的地方都没有啊。这是我的手信，你去交给初浅，他看了自会明白。在我身边，不得与任何人提起你的过去、身份和来历。我说过的话，以后不会再重复第二遍。那我跟我爹娘怎么联络？你爹说了，在这里且待3个月，再与家中联络。我问你件事儿呗，我爹是不是没给你？我告诉你，本小姐不陪你玩了。哼。扇子，那可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。回你扇子是要告诫你，功夫不到家就不要随便动手。换做别人，恐怕你小命休矣。你凭什么说我功夫不行？你在干嘛啊？你这对花蝶扇，是当年大梁著名书法家王易之为救一个贫苦老妪所题之字。一扇题禾字，一扇题千字。你居然知道？不尊师重道者居然手持此扇，挑衅为师，真是讽刺至极。我告诉你。
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易落就易落吧。告诉你出车，我可不是花，要是也是一朵大发丸花，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落。哎，姑娘，你找谁？我找出钱。出钱？嗯。你是他的？我师父让我过来换身衣服。所以说你就是信里说出彻新收的徒弟？我叫季，叫叫什么？叫易落。易落。小哥哥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易落，随便看看啊。嗯。哎，这个出浅是出家了吗？在家修行吗？出家了？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啊，这幅书法上写的：“为识道而先居山者，但见其山，必忘其道；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，但见其道，必忘其山。”行啊，这不就是在修行吗？这些呀，不是他喜欢，是他喜欢的人喜欢。他喜欢的人喜欢。那他喜欢什么？当然，他喜欢他喜欢的人啊。他喜欢他喜欢的人。对。是谁在楼下说喜欢来喜欢去的？也不嫌害臊。出浅师姑好。哟，刚才叫姐姐，现在叫出浅师姑，小丫头挺聪明的呀。出彻新收的徒弟。不含糊，就叫我姐姐吧，听着亲切。我可不像你师父那样看破了红尘。是啊，你当然不能看破红尘了。你要看破红尘了，那六皇子殿下……安子夜，别胡说。出浅姐姐好。这个小哥哥是？他叫安子毅，是你师父的好兄弟。他这个人呀，就是嘴巴大，藏不住话。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啊。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可以啊，一洛，你知道吗？你出浅姐姐可是未来的六皇子妃呢，你知道六皇子？别乱说话。来，坐。这，出浅，我没胡说八道，你听我说，他真的喜欢你。你家里这么多，不许乱说了。你真的是师父的朋友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？你师父那高冷模样不配有朋友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当朋友一个顶100个。你安大哥的医术啊是很高明的，他家祖上可是世代出神医，他和我二哥之间有好多小秘密呢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哎，京城有名的安神医是你啊？是我爹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易落。易落，这个名字真美。一般美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我师父是让我来找姐姐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的。哦，你先去洗个澡再换衣服。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就来我这儿。你师父生活简单，来我这儿就热闹多了。好，瑶慈，带易洛妹妹去洗澡吧。
哎呦喂，这出彻艳福不浅呀！啊，算了吧，我哥他那性格。是啊，他又不好女色。那桃花酥，谢谢安大哥，这是我最爱吃的。客气。安子毅，你待会儿送一洛回去的时候，顺便看一下我二哥。哦，对，正好顺便看看出彻的伤势。我师傅有伤啊？小伤，而且呢，有我安大神医在，放心，死不了。丫头，你师傅虽然为人淡漠冷酷，但他其实并非无情。他若是对你太凶，你就来找我或者安子毅，切记，千万不要激怒他。激怒他？对。多吃点儿。今天是中秋月圆之夜。记得。哎，你有多久没服药了？麻烦，也苦。你这家伙，药哪有不苦的？子毅，以后你煎好药就直接给我送过来吧。出彻，我安子毅好歹是你救命恩人好吗？你真把我当你煎药的小厮了？早让你找个丫鬟，你又不听，天天使唤我。也是，现在正好来了可以煎药的丫鬟。你说谁是丫鬟？我是来拜师的。易洛，不是有句话吗？叫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所以，这出彻还不得是你爹呀？荒唐！他怎么就是我爹了？再说了，我这拜师还没有1日呢，什么都没教会我，怎么就开始使唤上人了？那我要你这个徒弟有何用？那我要你这个师傅有何用？你看什么看？当我怕你啊？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你看我，这大过节的，院里来个新人，说什么使唤丫头，都是我这个乌鸦嘴搞的。要不，出彻，要不你打我几下？你打我几下？以洛，你说你生什么气，对不对？你跟你师傅生气干嘛？幼稚，有逼！他这不是脑子不好使吗？对吧？而且，你们该瞪的人是我呀，对不对？你们俩别怄气了。这大过节的，大家各退一步嘛，对吧？一洛，赶紧哄哄你师傅，快去！师傅和我生气可以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跟你怄气。一洛，但没必要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。对嘛，你看看一洛，这是在侧面的关心你，知不知道？喝了。徒儿告退了。等等，子毅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话跟一洛说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药箱忘拿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打起来。
那是什么？你爹和我的契约字据。若继契约半途逃学或中途逃走，继行员绝不姑息，任由初先生打骂责罚。喂，你烧他干嘛？留着他做什么？拿来治你吗？我也没这个兴趣。居然，我爹和你有言在先，那刚刚是我错怪你了。我刚才说话有些冒犯，和你道歉。这3个月，既然来跟我拜师了，就希望你能争气点。我知道了。这个给你。我累了，先下去吧。还有桃花酥啊！我累了。好嘞。那个，谢谢啊。哟，丫头，你师傅对你可真不一般啊！你搞错了吧？什么搞错了？你自己想一下，就你师傅那样的人，对你这样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你说我师傅以前不是云游四海吗？就他这性格，怎么交朋友啊？可能你师傅他就是因为云游四海多了，然后就看淡一切了。哦，所以就是，正是因为云游四海多了，见多了大风大浪，所以一般刺激都没啥感觉，是吗？你要这么理解也行，反正差不多就这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药非常重要，你一会儿把这个药端去给他喝一碗，听到没有？千万不要忘了。那我走了。安大哥，你慢走啊。别送了。本来也没打算送。一洛，你别忘了让他喝药。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必须喝。哎呦，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我走了。中秋佳节，家家户户都团圆，我爹却狠心把我送到了这深山老林里，还和这个臭脸师傅签了那么不平等的契约关系。哎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是什么人？这世上哪有容不下我的地方啊？哼！老爷，今天是月朗星稀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你我同坐在这儿饮茶，真是一件美事。正是如此。夫人，喝茶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老爷，这月亮为何是红的？老爷，夫人小心，小心啊！保护老爷夫人！这可是好。该来的迟早会来。小心呐，老爷！
师傅疼。怎么了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清醒一点！师傅，你清醒一点！我是一洛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！师傅，师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还有气，还有气！安大哥，一洛，你醒了？我要，你要？要，不行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说要，不能要。我说要。原来是药啊，我搞错了。药，快喝药。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安大哥他一直叮嘱你要吃药呢。师傅，你究竟得的什么病啊？你刚才发病，把我吓坏了。别再问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哦。一洛，昨晚还好有你，要不然就昨天这情况，你师傅直接就死了。不是他死，是我会死在这儿。你没看昨天那个架势？所以你不能惹你师傅生气，知道吗？谁要惹他生气啊？明明是他气我，如果他不气我的话，我是吗？明日开始，跟着我学文练武，不得耽误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去哪儿？
我想找出钱姐姐玩去。安排你做的功课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难道喝粥不是吃东西吗？喝粥怎么能算是吃东西呢？难道你想让我饿死吗？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回屋去。像你这样没有人性的人，根本不配做我师傅。亏你还长了一张这么好看的脸，怎么你的内心那么丑陋啊？有些事情你还小，现在不需要知道，以后你自会明白。我再怎么明白，也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给我吃东西。谁能够像你这样3、5天没有一口肉吃的？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看，我连现在走路都是打颤发虚的，我还怎么读书写字练武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逃跑？哼！以后因你而损坏的东西，都由你自己来修理。凭什么让我修？我不修！哇！你最厉害了，好了吧？反正我也逃不出去了，待在这生不如死。你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就是想回个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若你还继续想要逃出去，我真的会杀了你。我说得出，就做得到。我和你爹有生死契约，我不可能放你走。生死契约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说过，别再问了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你爹对我的这份信任。你根本不值得我爹信任，他根本不知道你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家伙。你不但什么都没有教会我，反而整天拿我当佣人使唤。随你怎么说。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你想方设法想要断绝我与我爹娘的联络，我又杀不了你，那我就想方设法杀死我自己。反正我死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，我可以上吊、咬舌、绝食、撞墙、投河、溺体，我有很多种方法。这么多种方法，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，怕了吧？你再也见不到你爹娘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爹和所有家眷都失踪。你说什么？你爹、你娘、你继父上上下下的所有人，一夜之间音讯全无。官府去你家搜查了3个月，都没有搜查到任何线索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还能回哪儿去？所以，我爹把我送来这里隐姓埋名，连家传玉佩都收走。
就是为了让我隐藏身份，是吗？我爹一定留下什么线索的。我爹那么聪明，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留下丝毫线索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把我扇子撕了，也是为了让我隐藏身份，是吗？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能保住你一条小命已经不易，其他的我也管不了。如果你爹千方百计的要你活下来，而你却选择了自行了断，那我只能愧对季大人的信任。爹，娘，齐月，来来来，娘，不要丢下我嘛！你醒了，吓死我们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烧了好多天，烧得好厉害。哎呀，我以为阎王爷着急把你召过去呢。我爹娘呢？你爹娘？你爹娘是谁？我看见他们来了的。不是，你别出去。哎，一路，你爹娘到底是谁啊？你没跟我讲过，都没听你说过。子夜，这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好。我说过，以后在我身边，不得与任何人提起你的过去。我爹娘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不知道。那他们能去哪里？放着好好的金鼎观不做吗？我说过了，不知道。我爹送我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曾听到他与人交谈。什么人？没看清。但是第二天，我爹就莫名其妙的把我送到了你这里。你可曾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？我只听到了名单二字。名单？还有太子，这条线索有用吗？会不会是太子把我爹抓走了？师傅，我们去报官吧。不可能。
太子在你爹出事半年前就已经失踪了。太子也失踪了。太子府举出事的情况，和你们家如出一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就这样销声匿迹了。你带我去那儿找找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官府已经在你们家搜查了3个月，如果真的有线索，早就发现了。何况你现在以什么身份回去？难道要找死吗？那怎么办呀？难道我就这样什么都不能做吗？那你告诉我还能怎么办？先把药喝了吧。喝不下。我从没有为别人熬过药。先喝了再说。师傅，你能帮我找找我爹娘吗？求你了。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先生在吗？我不喜欢答应别人让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情，和我不喜欢的事情。出彻先生在吗？待着别动。我也想出去。只能在内院活动。见过景王，不必多礼。今天我来看看出钱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景王殿下里面请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仆从的，怎么突然间多了个小丫鬟？她是我新收的徒弟。璎珞，快来给景王殿下请安。璎珞见过景王殿下，愿景王殿下福安宏达。免礼。既然你是先生的徒弟，来，给你的岁礼，收下吧。既然是殿下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谢殿下。请。殿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不妨直说吧。今日本王有求于你，不是为己，而是为国，所以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既然是为国，定不会是小事。初某乃一介布衣，自也不愿袖手旁观。只是我未必帮得上忙。先生先别忙着拒绝本王，可否先听听事情的原委？愿闻其详。不知先生可知我中原国与西戎国边境交战一事？都说这6个皇子虽然不受宠，但是非常有经商头脑。如此看来，果真是这样。连打发给我这样一个下人的礼物都如此贵重。出前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以后是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了。西戎国在我中原国边境地水关突然发动袭击，中原军节节败退，只得退守天水关。父皇得知消息后震怒不已，遂派四皇兄率2万精兵前去迎战。不料开战5日之后，军中的数十万支羽箭一夜之间不翼而飞。四皇兄带人寻遍军营内外，始终没有找到那批羽箭的下落，只得向朝廷求援了。让军器舰再调拨。
城池，明日就有可能赔上国都了。我宁可兄弟反目，也不愿看到中原的黎民百姓受到战火的摧残。现在再造羽箭根本就来不及，所以，我恳求楚先生，一定要帮我想一个万全之策，破坏此次和谈。谁说来不及？那先生的意思是？我知道殿下您在3省16州府共有作坊32家，劳工4600余人。殿下即刻派出你的亲信，带您的手谕下令，铸铁作坊做箭头，木质作坊做箭杆，其余所有作坊均制作箭羽。待运到天水关之后再进行装组。四皇子一旦有了羽箭，便可即刻开战，那么二皇子的弹劾之事便无从谈起了。只不过，这期间所有作坊的花费，也均得由皇子您一并承担了。这都不算什么，我有的是钱。先生果然好计策。殿下务必转告四皇子，即便打胜了，也不要班师回朝。这若立下战功，何有不归之理啊？首先，应当立即彻查军队内鬼。10万支羽箭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绝非一人所为，显然是有内应的。其次，皇上已经下旨派二皇子前去议和，四皇子却依然率兵反击，此举实属违抗圣意，且挑战皇权。即便四皇子立功，皇上也未必会领情，搞不好还会削了他的兵权。居功不傲，驻守边疆，如此才能让皇上不便追究其责任。多谢先生提醒，启宴一定照办。哦，对了，年后大公子出清就要接受京鼎官一职了，先生可知道？此事我并不关心，也没兴趣过问。本王只是感慨，之前的京鼎官纪大人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那是必然的。本王先行告退。你这样哭哭啼啼的，打算到什么时候？我爹娘是不是真的死了？8九不离10是这样。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早点发现这一切？如果你早就发现这一切的话，那无非现在死的人里面多一个你。那至少我能改变一些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阴谋，你只是侥幸逃脱了而已。你若还是这样继续哭哭啼啼的，我就让你去屋外扎马步。天寒地冻，正好清清你的心火。你为什么这么冷酷无情？亏我爹还当你是莫逆之交呢。因为我知道任何情绪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。我一定要亲自查出究竟是谁害得我家破人亡。你拿什么查？凭什么查？你又从何查起？暴露了身份，你又指望谁能救你？二少爷，年礼到了，抬进来吧。我让出钱给你置办了些年货，
没想到他准备了这么多。这些是易洛小姐最爱吃的桃花酥，还有杏仁饼、梅花糖，哦，还有一箱新衣服。姐姐费心了。那小人先告退了。年关将至，需要什么就和我讲。够了，谢谢。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。今月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？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见生前有仙陪。师父，你会帮我查明真相吗？二弟，大哥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得空，正好回来看看母亲。也好，正好我跟你有话说。走。是不是四皇子击退了西戎军？啊，看来二弟真是神机妙算呢。不过，最近皇上和二皇子可是有点不开心呢。哦。二皇子本以为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出使西戎弹劾，立了大功，谁知道他一回到京城，就发现他的弟弟四皇子击败了西戎军，白白浪费了他拱手让给敌国的2座城池。其次呢，这四皇子击败西戎军，看似立功，实则是抗旨而为，实实在在的驳了皇上的面子。你说，他们2人能开心吗？那四皇子还没有回来吧？没有，他写了一封陈情书给皇上，说是自认为军纪不严，导致兵器丢失，甘愿驻守边疆，将功补过。皇上的赏罚拿他都没办法，便随他去了。如此最好。看来这一切都在二弟的掌握之中啊。你先出去吧。这是你新来的丫鬟？是徒弟。徒弟？哼，真新鲜。哎，哪儿来的？听说你马上就要任职金鼎官了。我此次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。这金鼎官，听说不好做。这金鼎官虽说难做，但是希望你在当了金鼎官之后，还能抽空回来多陪陪母亲。今日我见到母亲，母亲可是瘦弱了不少。他就是出家大少爷出清吗？就是他要接替我爹的位置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出处的小丫头了。你的衣服真好看。谢谢出清大少爷，都是出钱姐姐送我的。不知道小徒弟年关将至，要不要回家过年呢？我这个徒弟没有家，过年自然也是跟着我。也好，那你在这冷清之地，也算有个伴了。我从来不喜欢热闹，大哥你是知道的。是我这个做哥哥的疏忽了。我这个弟弟啊，就跟个神仙般的人物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回头我让府上的丫鬟给你送几身漂亮的衣服和精致的首饰。这过年嘛，还是要过过年的样子。谢谢大少爷。大哥，
母亲说，你已经有些日子没去看她，你不打算去看看吗？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大少爷慢走。想出去吗？想。把这盘点心吃完了，才能出去。师傅，好久没有来这么热闹的地方了。师傅那边好热闹。慢一点。我可以去瞧瞧吗？你自己去看吧，我在隔壁茶楼稍坐，看完了来找我。好。